好來，鄉親啊，繼續來看宜蘭的南陽博物館有一身乞食的雕像，因為看起來真可憐，會讓人忍不住提錢出來甲救濟。根據着博物館的統計，這身雕像已經展出着16年了。到去年為止，所收到的金額523000塊，攏摕來幫助弱勢族群。為我來提落錢，民眾可以愛心用行動幫助這一位乞食，捐善款的佫唔拿去。當未調價落地的南山錢全部傾入去我公內，邊有真濟圍觀的民眾，唔過斟酌看這一位乞食，哪會攏無佇咧頂當咧。頭毛白細細，規面攏是條紋，穿一束破舊的衫褲，煞袂頂袂當。原來伊毋是真人，是展覽佇咧宜蘭南陽博物館內底的乞食雕像。做一點愛心好像也蠻不錯的，反正也是小小的錢啊，就鼓勵大家一起做善事。因為人有這種助人之心，台灣人很善良。是，這個是好像是不是馬登起的？到底這一身乞食雕像偌厲害？關係互經過民眾聽腳步捐錢寄付，館長解說互你聽。它主要是跟着我們後面這整個宜蘭市在100年前最熱鬧的西門渡口，那我們將這邊復原成在古早時候宜蘭這邊很熱鬧的這個河川聚落裡面當中。有不同的百工百業。館長解說，展覽區內底人物雕像，攏是照過去古早時期的人物呈現。新面到瓦工以外變做珠寶盆，為着甲民眾的生活發出幫助人的力量。博物館嘛決定甲乞食賺的全部捐出來。累計這16年來，哈，其實應該是到去年都15年了哈，我們已經有了523000元的這個經費哈。所以他每年度大概都會累積幾萬塊。這身雕像一頂瓦工，以外將出公益大賽，靠民眾的信心，點點啊幫助弱勢族群，和生氣佇咧博物館內底持續團上。